哎，这首歌送给你们两个的，这个妓女回来。为什么这个荧幕可以看到我自己？因为你思考的方向就是完全没有道理。是不是以为输的好就很了不起？不敢讲。回来，妓女回来，妓女回来，回来，妓女回来，妓女回来，妓女回来，回来。为什么会有雾？不要说说出来，不要说说出来，不要说说出来，不要说。他在旁边，我真的唱不下去。对不起，开心吗，主任？开心吗，主任？顺吗，主任？碎啦！好，那丽姐先继续谈我的话，谢谢。对，我觉得好像讲再多次都没有用，就是我们2次延期之后，还可以看到大家真的是很感恩。然后，虽然我觉得用寄语回来的中间讲这个好像怪怪的，但就是真的很谢谢你们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最后还有那个和 UX 的团员一起玩一首歌，然后对大家等一下对再等一下。最后一次大家可以一起唱。